那个红红的啊，你啊，这是。看好。有没有？几号6。你不存在用治安路径，故意喺一个过繁荣的所在。对1948年开始，你部落嘅地位都陆续开始三间起啊。40-50年前，也特别是太人生人嘅天堂，土下地位我能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无穷样的人生。在一排坐下来看看前面的太阳幕，嗰种有几多高兴，几百个唔熟识的人，向下看天阳，同黑暗中向下拿，共同流牧着的过好的时间。内埔最旺盛的时候哈，有内埔戏院、文华戏院，还有一个东宁戏院，还有最后面是清河戏院。地区性看电影就是蛮奢侈的，那个时候我记得的那个票价哈，全票是5块钱，啊半票是3块钱，就是全票5块3块。那一碗面包板有几？那个时候面包板一碗个给一根有那给班哈，大概是这个价钱。因为每一部片子它都有打国字的字幕，可是当时的我们的老人家哈，是识字会读啊，不认识字的很多，所以那个时候哈，都会找一个叫一个西东口的那个老先生。他就从头到尾哈，一直做，他就一直翻译，一直讲，所以就是有那个过程。那个时候，没有字幕，有点人我得审核配音啊，那个晓得了哈，那雷坤公因为得审核配音的呀，譬如说他演那个。日本的就是时代剧啊，枪巴来杀来杀去的，有人被杀伤了，那审核员就说：“我也要送去清火一样的呀。”大家笑得很大声，这样他会加料。屯天阳做翻译的人很多偏师，客家话讲传话的人，传话的人都错嘢这位。
昂先上面另外多全部出来团保卫，因为的看到我们的国宝级的传话人就是周喜栋先生，他有来到现场，大家非常感谢他哈，他真的是我们内埔乡的国宝哈。有腳線，有腳啊，腳線行。你腳要咁正爽，腳啊，哦，呢啲了，係嘛？哦。マイクロテスト、マイクロ試驗、マイクロ試驗。然後本體嘅色哦，因為這家本嘅睇下運動哦，4點半到6點哦，一個時間咧落地好無限制一邊嘅卡拉 OK。哦，本體嘅可以好充可以咧，你係色免費。講日嘅腳運動啊！啊，來韓語人都跳得的，啊，高唔跳探戈啊，探戈，記得冇 ？slow，slow。法輪步，哎呦，法輪步啊！对啊，法輪步啊，嚟，好啦，好嚟記。嗨，是吧？嗨。都下流台，始終係下流台灣度。點解資料不得跳一下的吧？跳一下的，來，攞回來，你那邊去講了，哎，我就說。病人啊，一定要情緒好，情緒不好的話，他病不會好。你給他吃什麼好，什麼藥，他就沒有辦法治療。來集團講，來總公司頭，都要反酸素啊食飯，就捱死嘅對人帶嘅就，今晚露台呢，哪個人嘅牙疤啊？牙疤，所以一個人哦，做凡事哦，工作方面雖然會熬糟會苦了，還是心情要放好。捱哦，捱點解嘛？唔講衝過啊，衝得來，跳得來。又衝又跳，我遇到那就真樂觀啦。因為頭擺都中國叫做我頭擺嘅專業性啊，是周天陽，娛樂性的地方出生的。你到現在老了，我還是娛樂。参拜祖先，希望祖先呢能保庇我，
太师发寿司，寿司发母事，家庭平安。同时，我欢迎大家入病，希望伊早日能够恢复健康。谢谢。我哋三房的子弟，本来啊，那个三房当时大家都有悔婚，阿爸有悔婚，那么传到阿爸呀呢，阿爸事业失败，也悔婚就拿卖hết，卖的时间呢，那我哋兄弟16弟个大兵啊，有能力的，那我同阿哥总去叫。人将也悔婚卖到盡啦，所以我哋能有法度來打理管理，也或者嚟創業，我哋都冇權利啊。頭擺我哋玩世啊，對一個內部八寸啊，我哋算到最酷嘅人，我哋屋嘅乜嘅都冇，也我哋要玩世。我玩世时间还不是要在西安的哦，从那个西安做天数，搭茶、牵茶做乜个事也得安尼。然后那个西安的有做天阳，在机房的，伊人咧胶片的呀，头摆人一看一看，搞到看人台，人入去做。那个片呢，因为用火柴，火柴有台北，人是转来到西市站，然后我哋也内部人去西市站再归来做。头摆我都用买几叶片，几叶片买一种脚踏车26个，所以有脚踏车。那个机器唔能有法度去实施最片的规律俾人做，伊用前枪去做的，做规律一个人，西安的那个事业团的头家，算是屏东人啦，伊都在遐做完20年，然后转方向转到万丹。我先生相称，那就同意讲我入去学士咧，所以头摆15岁啊，要出去后，因都感觉惋惜啊，当然里面的刘木竹，摆平癌的人一起的，第一次叫做万丹西安做20年，20年忙底下也事业团啊。我也唔知，伊哋事业团用嘅走，20年做嘅，拖拉机来，也可以送茶，送茶都停机器啊，就拖拉机啊，就几团嘅然后都停一个拖拉机出下去，底杯要煮饭嘅啦，食嘅啦，也係講也，我頭家要聰明來啦，從下一個帶從下坐一個拖拉機，一直都坐到。一个推动的成功，然后可以做一个月开出有能挣。时尚也有西安。时尚西安，时尚结果都在做10年。时尚啊，都像一个一种的河洛客，因为河洛人也在讲客，但是客人啊，为一个讲河洛，天然的传法，那么就翻译一个河洛话，因为翻译河洛话，一旦客人有谈的事，河洛人有谈的事，所以对推动一接，然后接到护理医院去做。那么一个总名做乜嘅按照护理呢？
因为伊啊总督的吼，因为时无中无属顺一定的好，所以安尼吼，叫做按照文明按照福利上，一定叫做人家过富有，那么连续安就有3、4件，那么对福利啊，足足做为一经验，有专门的出席，还有人多一个玉里西安，所以我哋玉里做为一两专业。民国45、6年呀，我头家伊个露台哦，先入去3年，啊伊多几下，当然你做片师、做翻译吼，钱又够有，哦又够强势，大家去做。啊伊露台哦，还唔敢北上去做，安尼讲规出个天样。啊，挨都够好担，一下子诶，挨头家都讲，哦，当啊，无，即场互你演出啦，哦，啊，我演出咯，好啊，无我起来练嘛好，安尼，开始都福传，啲传都我传来成功诶，挨头家都哦，当啊，你有胆量，好，这变数加爱胆量尔。啊，技师啊，好多诶，啊，片师啊18岁诶，嘿，也都18岁，18岁我都一走，我都头走的，都走啊关山，啊，传发那边那个菜界，安尼任务，伊就看一个通路，啊，看帮两个人讲，是吧？现在过来通路，因打啦，啊，好老话讲，喂。当锣拍10声，请大家点出来听。哦，今仔日就是日本的大欺骗，哦，或者宫本武藏，日本的武夹片、剑斗片，惨巴拉，请大家用后提早用早食饭来吸引来看这个三准闽龙所主演的这个宫本武藏。永暗行博万哦，请大家量早来哦，哦，都安尼，哦，唔做啦，默个做册的啦，啊，警察咧做戏就总来总去，做来做去，总咱咧讲那个，哦，做安那样，这我3条街，讲无用有3条街，你不会是有3条街有治安，咁我就算用治安3鬼往这去的。哦，变啊！一讲啊吼，太搞我稀稀冷冷。2011年的9月，屏东古树公园村总理府落户，一边总理府的天阳人响应。屏东县政府特别聘请阿东哥来到古树的体育馆做现场的示范表演，并落一批的乡亲为你过去的光景。台湾的创业是这个人相遇，真正的故事，真正的人，真理对决，人是一。希望大家提出来同意，谢谢大家。阿皮亚即将开演。你的
著名的三日台湾。在调查地区，已找到一堆的强人男子。入个境外总评委，有香港嘅就總聯部。按搭配做到中棒茶，多多而貴啊！這是這個評委能免去理貨而走嘅時間，所以佢要飛過去，冇變嘅，係唔會變啦。我講我唔加本人啦，安尼我一萬唔做嘅，咪咯再重來。那完全冇變嘅。我是唔會變，我講我唔加人咧，萬有一眼你人啊，那個什麼嘅可以養，看牙頭牙齒大，牙齒要大個，下牙咧下對牙齒，牙咧人萬有可以牙呀，我點講啊？唔幫我傳話哦，我要嗌啲床啊，我是冇打脱，冇傳到，安尼本人安尼，因為講啊，我唔識得傳。沒，幾時？我啲，啊娘嘅意思講啊。因為人講唔練習，讀話冇讀到困難嘅咯，安尼唔係，變咗講從入去讀。我意思講，唔將把我來練習講下來是。你以後作用，人家嘅花是你拿來用嘅作用嘅，嗰種故意啲，即係真正用嘅，哦。咁都唔覺得唔用電音用高門嘅咯。係咪啊？誒，咩嗌講啦？譬如講也係都年係就用緊現在全市劇嘅，雖然總地方，然後昨天我有一個總評委。讓一件事情都爬上啲佛神入面。但係做片是一樣嘅咧，比如講啊，伊炒茶去到泰國，係咪？去到南州，哦，啊，伊炒嘅時間唔多應介紹啦，應講一個故事，講一個故事。就是這樣子，就是啦，然後。名字表出來是這兩個高聲語。你想乜嘅？想乜嘅？你聽邊個嘅？評委想做有乜嘅冇啊？係你講啊？唔係做評委哦，唔通咩係拉哦？爸，我有2年來，我兩個對象，但是我一聽到做評委，哈，因為我們同意，喂，我哋拿來你睇叫我乜都是對的。冇用散叫啊，散後嘅時間，唔罵聲人都唔參用嘅，一天都罵出嚟啊！普通一般教養聲人嘛，一散後佢講唔堂，散叫講唔堂，一天唔可以罵出土話，冇講啊！嚇喲，用硬講都唔堂，其實也未講嘅。中意你叫佢我中意你叫我啊！有啲我用聲音嚟叫出來就，聲音嚟唱啊，人類也睇到關於女僕嘅人，女僕同學將你教書啊，有個題目叫做教裝時間。講一個主音字母嘅時間，間都冇停嘅。第一講本大家聽，知、吃、思，一條都線上一講，唔可以抄到嘅，又係一個要嘅。為咗財政，體驗資料，經過兩3年一個總地方有個西邊阿木工，都是關鍵等醫學文化產。11年就做醫學嘅事業，有個睇嚟
前面已经出高中啊，边北有啊人先有啦，哦，就本身喇叭先啊好小心，补水又补咧，喇叭得奖嘅咧，嚇，野啲山東廠已經得獎嘅，哦，清管嘅前面拿到入嘅，各位參加拿幾筆廿八款啊，幾廿八製作文下啲山東廠已經得獎。阿東哥為了要從天陽練習了2個禮拜，阿東哥都推薦專業的解說，退後的觀眾談論劇情，佢入面的見證文字。一個傳法做片師啊，佢講啊，其中嘛佢講啊，天陽天長能有傳法，對天長一本一個片師啊，去看呢已經有劇本，一個劇本啊，應看哦，一個慢講法，喺冇咁嘅反應唔嚟呢。第一度要用腦，像我啲跳法都冇咁樣，睇呢啲冇咁樣啊。好簡單嘅。人快最快，專業。如果跳現在韓劇有冇？韓劇都已經用配音已經用，我哋一個是已經用配音全部嘅嘢。從廿八聽到嘢啊，哇！學而家到廿八上。呢個寫咪要上啊，寫嚟要寫嚟上啊，啊2個人啊，嚇2個人搭配啊，你不好。哦，你哦。點樣合作起來呢？合作唔嚟。合作唔嚟啊！唔知一啲人老伯哥，本身佢寫乜嘢有得講嘅，唔寫乜嘢有得講，要學啊，要學咩？談論天陽做了做嘢阿東哥，以18年的片師生活，也係幾精彩。這麼一樣的東西呢，將來的完蛋啦，沒有，也是有才能，但是冇得情愛，女僕嘅兩個有情愛，啊買票嘅有愛到愛，大膽嘅輸票嘅有愛到愛。對面貼就有愛到，伊死嘅愛唔敢出去呢，因為愛傳兩套嘅法，愛李光傳，完蛋愛做李光傳，也把做宮本武藏嘅本片，啊都我有北上頭做客用公司嘅查做，你看汪都安尼，也20分鐘啊，一個單純心啊，所以愛到。最後都還係結婚啦，有人。民國51年，台灣電視公司開播，天陽是從慢慢的熟悉的，你不會死架起來一間一間關起來。阿東哥同30歲嘅人呢，離開了伊熱愛嘅工作。阿東哥喺度過後做嚟做去，我8個人。那也有發通，伊都出了頭腦熱大本清飲料。那個時候32歲，我才32歲了。吃專業是專哪個業？專番薯煮菜啊！哦，那個時候生意很好呢。不是，農業時代都愛煮菜啊，搞煮菜啊，都買煮菜，煮菜番薯的呀。現在做。他煮菜啊，一路搞的，人他就是養豬都要地瓜菜和地瓜，全賣地瓜菜的我生意最好。哎，生意真的。那我就倒霉了。那個什麼倒霉你知道嗎？地瓜一袋是160斤以上，
那我过去是纹身的，我在戏院只有拿麦克风讲话的人，哪有个子又小？那卖地瓜的时候，阿东哥，我要3袋啊，地瓜。3袋你就有的是那前边袋哦，那个是190多斤呢。那你这么个子小，有纹身的要转5身哦，不简单的，要背。就是他背不是一到他店里就倒啊，不是啊，我的猪寮在后面了，你就从这里要背到后面了，要倒。我3袋的，倒回来。我不能开车。一天有卖过450包，40推呢。就是忙，没有时间吃饭，就是肚饿了又没有吃，他一直炖，那个胃啊摩擦，3个洞就开刀了。那你肚子的那个痕迹就弄。你看现在这个疤痕，已经开刀快40年了。但是明年有事没？哇，也是个推破啊！我要免买啊，打7个要10啊，因为我要39岁哦，都有病的，我病哦，肝腰胃胃溃疡，这身上你讲我干哦，胃药存下个肝药也得哦，这边腰胃药也得没事的，你都吃那个冬瓜娘吃到我安尼食到哦，结果哦，我60岁10多斤了，就我16年。虽然阿东哥离开了天阳的娱乐界，但是伊的生活一直没离开娱乐。大家好，就是到礼拜日，大家星期都要跳舞。而家有一件事情呢宣布，因为本浦关舞蹈协会举办一个游览，3月18、19。2日，一个行程呢，咱来去桃园，搿啲灯，从诶，来从小，你讲跳唔对，那个有节课对，你讲跳唔对。一般的先生来讲伊无说明咱都不愿谈。伊要一走，天天的搞呢，好健康搞尾咪，有问天走搞尾咪，又搞出来，一走一下都差不多都打2走3走。那一定来到啦，到啦，到这个啦，你就无敢做。我堂兄的心头啊，你迄个对啊。我讲我夫人家你嘛个，现在将恁的家饭来啊。水落落，你看。这水介意，你看。你看这水啦，看咩一个啦？你看这水介意，你看。
就是嘛，啊，这个他也蛮做引导的呀。这个是这赛鸽是比赛的赛，不是那个赛鸽的赛。赛鸽的赛啦，赛鸽啦。你看，这50年前的结婚了，以前没有彩色，用手画的。我看一下嘛，也行吧。啊，这看较无啦，这较细张，迄2张较大张啦。所以说，水当当对啊，啊，到真对遮久啊。起码熟了呀。所以爱甲照顾。那个也爱用，也爱吃。40年前咯，妹都已经47、8岁。要特别有一种十字期的眼睛是算过我，因为也可以做富人家做生意的做到太平。我推动游览嘛，那么可能都其他对个查。头前台湖南地设备下做纪念的啦，台北的那地方记唔得了，都有个50人岁啊，我都学跳舞，因为我老师啊，哦，我也都专门讲话嘛，也主持嘛，佢都咁样我都请我主持。我因为我行业落街大家。一般的部分人都听爱在西安的传发做片师，哦，那么朋友也就讲，哈，那个俺有专门跳舞，俺带你跳舞啊，啊那个跳舞的时间，我搭档都去他家，我跳舞时间已经跳就10年后，我这个都当老师了，我都有教舞。鞋子贵个哦，你请我落照顾过我，我照顾过我，啊？你请我落啊？我落照顾过我，我过好。那。我照顾过。我唔会请我。对，看看我不叫的咯，我是家人我用的过好。唔可以用老人哦。啊！唔可以用老人，冇乜嘅，唔可以用老人啦。我唔會，我唔會幫我啊自己。我喺老顧照顧啊，你嘛，中午嘛。中午啊。请他骂丑呀，来，我板凳，我板凳过来。应该吧？10岁，哇！都是这样。哦，这靠呀，那个这，今天从哦。现在灯又了哈。好。对啦。要注意哈。谁输啊？谁输啊？现在的人啊，吃也好，老公也好，伊家做的啊，都讲啊，人那个法师都讲，请老板。我讲我哋又唔是请老板，这家食好快呢，好快几来啊，要炒丝，也爱麻起起的，也爱看下看电视，中间个吃饭看下书，几多一点多好处啊！反正唔是请老板，也唔是照顾别人的这家食看下书，哦，安尼过日还没过好呢。我感想都安尼，
将来服侍的时间啊，16岁啊，每日佢课的写字内容啊，佢等一下。将来咧大作方面咧，木面本虽然牙错的嘛，佢都本身老师啊，即家老师比洗头洗面也头，按补头要看水比洗身，卖菜要囤头更容易卖菜。那然后都用安尼欢喜心嘛去做，安尼人啊，咱就成功啊。因为咱做好，佢等下乖乖，也个传的功夫啊。咱这时候学技术，做天阳用的做，伊都会传给咱的。人人都已经做了3年，3年的时间才给服侍的真辛苦。行下去哦，一张人呢无收费，像剃头钱，像剃头拿钱，纯的收费一块冇。所以我试过，即个都因面头讲啊，教好头班人个走西啊，走时啊，比如讲退下学嘅有人士学，退下学嘅有人士学，无安尼唔要出头啊。都讲啊，怎样啊，违背良心啊，都讲啊，头家对咱来，毋过我生意安尼做伊就实做嘛安尼啊。我冇做事嘅。你第一晚是你的，我听来哟，听来讲。那咱那时代哦，不过从其他做生意赚钱都困难，国家唐田3年，还有书生也哪有钱，书生那个钱哪天天的用，所以那可以从天阳讲3、4个人来讲，3、4个人都唔要进来了，所以讲啊，听我讲啊，老师教给人讲。老一脚嘛个意思啊？老一脚都意思是讲啊，看后背短片的，细脚的都那细面的，我结束个片的按你从表的4个人啊，按那阵属于几样有特多啊，属于国内又唔上嘛个，有按人如果人工队错多的，我错啊都缩啊。所以，伊后背都讲啊，甲头家都讲，大家后背啊，伊实的啊，不一定6款咯，6款都就老鱼脚。有个有家的嗰啲头摆做天阳用发看板的那么这边呢，佢有姜的所在，有茶的所在，佢都会贴那个相片的，根本去做的，听讲去做的，春日做的，贴把对本人依个本人看啊。这系一场。这都是舞台，舞台那平常都会做天阳将个姜个个铁旗个，个万咧头摆姜遐个拍布个，一般也买人看天阳个素材，对下上去。安装也隔壁也都开始那边都预防，其他阿拉讲那个
做天阳啊吼，做天阳的技巧啊，就是杀菜啊地杯哦，哦，也变一台，啊也个牛毛对啊扛走，啊也用变一台，也对啊扛走。头摆因哦，所以人讲啊，马到很多技术高，变数土，意思都讲啊，技术啊要壮，要固。或者技术高，好容易话高都会讲壮，哦，啊变数土，偏师啊，你这样的吃安尼硬讲啊，无有一顿新到了，无有一顿谈，哈巴讲啊过土的花，哈巴讲啊过晒奶的花。那么今朝预防队。啊，那个空的也有福的吼，也有一个端有隔一个件。那么伊那个蔬菜呢，都有一个臭的味的茶啦，那个东西对啊，哦有那个控制传发蔬菜，哦一般讲啊，就摆前安台50年前哦，伊都是那个1000元的投入一张呀咯，财政活动也都一人人一张也得人600元，1年20元，所以做偏师的薪水也过高。我还要8种8一样样。因为我感觉哦，我都从小都一个路，啊感觉哦，享受到人生的快乐都在一个做天阳的时间，哦，其实。作为有能得做到一个做偏师啊，经过作为18年啦，一个安尼最快乐的时间。哦，天师出来以后呢，我都改行的，离开个哦30、40年呢，总之个多做来看哦，也完全不一样，机房完全哦，啊那个单呢又完全，只是讲啊也哦改做工厂的，因为。西安做唔得的，落后的，所以我感觉quite可惜，也quite怀念。特别我哋想法够单纯啦。因为出名菜肴都传发，哦，都传到一个天师出来。加天师出来的时间，秦河西安有做火的，就说秦河西安都无传不起，做每一丢。哦，还是安稳。韩国台湾天阳偏师时代的历史，韩国穷苦但系过单纯的台湾生活。76岁阿东哥伊讲，娱乐系伊个人生方面，一旦上好的路，为自家人生做安利的解释，那个以乐观的态度，创造的属于异国人的幸福。